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当时咧做桃园市长的时阵，牵涉到花雅土地变更的弊案，被起诉。桃园地方法院最近勘验到关键的会议记录，结果这个检察官诉予周刊来指控，讲监听的译文疑似调故意价。 甲其他官员的谈话来删除，也就是讲，明明是公开的会议，却写做私底下的会议，就是要陷害郑文灿甲廖俊祥爸仔囝，讲因是私底下在敲代志，讲这已经牵涉到伪造文书了。啊，桃园地检署是回应讲，当时并不是正式的会议，并无勘验不实的问题，将要交予法院来做判断。会不会觉得检察官过度预测了？ 高法院规定，表情严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因为花雅土地开发案涉嫌贪腐局起诉，审理阶段却表出案情向行大东西。过去检察官有关键会议的译文，就当作是起诉证据，不过叫这期内容负欠点。 就看资料，检方证据清单明明是公开会议所写做私下会议，认定郑文灿是配合廖俊祥爸仔囝开发无经过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9.12公顷农地。起诉书记载105年12月，郑文灿和廖俊祥爸仔囝就开发案私下会议头一摆协调，检察官但家己伫咧证据清单顶批示，经过勘验无毋对。不过辩方认为起诉书敢若保留郑文灿和廖俊祥爸仔囝的对话绕到其他官员发言，指控检方是挑工省略，未定人罪。检察官当家己是背后为着要保护他人本书，和案情无关系事情未听显。检察官自己已经在侦查中先勘验过这一份，他清楚的知道与会的人是这么多，结果刻意的在那个勘验笔录上记载只有市长跟廖家父子开会，形成所谓行收贿罪的合意。 就看搁一摆野了，起诉书内底协助检察官无冠名，针对辩方控诉，桃检回省检察官勘验符合天书，证据链条敢有记录，得个等待判定。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